后来，这个国民党打出到这个影片，引发着大风波。农委会主委陈吉中痛骂讲，这根本就是牛犷斗马喙，移花接木。也毋过，这民进党团的反应是真冷静哦。瓜建明一透早就甲国民党的立委来沟通，民进党的立委曾瑞雄甲陈明文嘛来做公亲伫遐疏远地边，希望防检局会当剔除告诉。国民党的立委嘛无咧惊，甲因呛讲。 要告就来告。我有转贴，也欢迎把我移送，谢谢。今仔日你若无答应打洪仲基函送的话，我今日要乱打电话，我先来因讲的。国民党立委讲，若要告就告立委，就是为了防检局声称讲已经依照效益法，将有铺来个多半的猪仔食影片的国民党面册移送中正分局。 是讲，这个国民党立委呢大声一直发，详细一个听大家反应，却是。係啦，你應該移送，係啦，我用你司法底移送，發什麼人丟？民進黨立委陳明文一直念講賣啦，好一日對面這個蘇兆芬，甲講伊敢若佇念經，會出現這個畫面，就希望講防檢局莫為着敢若有來去多班的豬仔食影片告國民黨，國民黨立委是總動員。 民進黨黨鞭郭建明嘛到現場，甲國民黨的立委協調，民進黨的立委曾瑞雄嘛做公親。這個事實啊，就是移花接木，叫做造假。但是我感覺咧，房檢局農委會你安尼嘛唔好，你著甲伊講好啦，恁做好造假，恁阮甲伊寫你造假得，唔莫甲恁告安尼啦。 這段美國電影片風波是愈來愈大，國民黨是步步進逼，民進黨是小心的應對。